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拜访的是前福华饭店的主厨吴松莲。不是客家人，却致力于发扬客家菜，把客家的食材融入料理，像是吉酱剉冰啦、咸菜披萨啦。他这次更以客家童谣发想，用日本和果子的做法，开发出属于客家的月饼。也一样，在画这边的时候就这样画，所以它也比较好画。所以这一半是高的。忙着指导即将出国比赛的学生，他是已经走入教职的前福华主厨吴松莲。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是出身中餐背景，对于客家菜了若指掌，更致力于将客家食材融入各式料理当中。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客家甜点。有鉴于一般的月饼有广式、有台式，但就不见客家的样式，吴松莲决定打造客家月饼。想说柿子，中秋节又在秋天，那柿饼呢又很独特，那它也只有在客家菜里面才会出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如何把柿饼跟这所谓的月饼放在一起，让它变成一个柿子月饼。准备了减糖减油的豆沙馅料，要打破月饼的传统框架，以日本和果子的手法来制作。我们可以把那个豆沙泥这些东西的味道降低，然后为了解这个腻呢，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些煮过的柑橘，还有煮过的柿饼。那这种做法又有个好处，它可以捏出柿子我们想要的那个造型。所以我们这个月华饼为什么要用柿子的样子，就是这么而来的。但要做出拟真的柿子，过程非常的繁复。豆沙事先拌入玉糊化的糯米团，染成绿色、黄色、咖啡色，每个颜色都有任务，要让柿子更加真实。为了要保持成品大小一致，全程以磅秤精准测量，再透过巧手一步步捏出造型。这样精致的客家月饼，吴松莲叫它月华饼，名字也是从客家童谣发想而来。月华光光嘛，这客家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童谣，那它主要就是在讲那个中秋节满满的月光，漂亮的妹妹 C 妹会去煮茶嘛，然后他们会招待客人，然后来享用这个茶的意思，就是说它整个童谣其实就在彰显出客家人的好客。放上2颗月华饼，名厨吴松莲忍不住寄扬摆盘，提起字来了，象征事事如意，与客家习俗不谋而合，那一份认同客家的心不言而喻。事事如意的祝福用甜蜜豆沙传递，用磅秤精准测量，像吟唱一句月华光光，恰如其分的熟悉温暖感动时刻。